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今日就黎智英及蘋果日報相關3間公司被控共3項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嘅案件作出咗裁決，全部控罪罪名成立。我歡迎法庭嘅定罪判決。黎智英長期利用旗下媒體《蘋果日報》，肆意製造社會矛盾，挑撥社會對立，煽動仇恨，美化暴力，公然乞求外國制裁中國、制裁香港特區，招引外部干預。黎智英損害國家根本利益同香港市民福祉，其行可恥，其心歹毒。黎智英恣意妄為嘅罪行係喺眾目睽睽之下進行，證據確鑿。法庭嘅定罪判決彰顯咗法律嘅正義，維護咗香港嘅核心價值。法律從不容許任何職業或者背景嘅人假借人權、民主同自由之名，公然傷害自己嘅國家同埋同胞。香港特區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，會堅決打擊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活動。